不是万丈靠得住，阮也是一边痴情，不愿随便放袂记。这总是一个天堂纯情的女性。爱情是世间的原理义务，明明知男性不是全心为事，阮也是对痴心不愿随便我陪伊，这就是天下纯情女性的心情。阮谈情义，阮也是迄出真意，表示无。